一朝檢查你唱歌有冇漏氣，你唱歌嘅時候係咪成日都唔夠氣呢？你知唔知道自己有冇漏氣啊？今日就同大家做一個簡單嘅測試，一齊開聲啊，睇下邊個長氣啲喎。3、2、1，啊！當你唱歌嘅時候，如果聲帶閉合做得好，把聲就會比較實、比較響，而且啖氣會 keep 得耐好多。如果漏氣，咁啲氣咧就會好快用晒，個音就會短好多啦。例如，咁就冇晒啦。如果你可以維持到30秒以上，恭喜你，你嘅聲帶閉合應該做得唔錯。如果你只可以維持10秒以下，咁你有可能就係漏氣啦。快啲 check 下你自己唱成點，記得留言俾我知，你可以到幾多秒喎。如果你覺得呢段片幫到你，就記得 like、share 同埋 subscribe 啦。如果想知聲帶閉合點樣可以做得好啲，我哋就下一段片見啦。